该来对大恰恰为这边的长有吧？今朝压力想到后林屋里预备实名证人。上趟我讲过，其实是大恰恰治理想讲，但是你两个都要做一做。实事讲起来，到侧边拍电影是一件蒙太奇，实干呢比较难忙的。大恰恰来让两郎想，女子红中手滔滔不绝来让讲。神代之后令谁之报警，何地来海天？大恰恰说，昨日是当我爸妈呢，来扶了我里向，看见那家些何来调戏追兵，追兵好讲，非得分担好意相处。这番说我外头家修特口还好。在于这边，我所看领着，请稍稍为虑，自家忙着内事忘记，想不到那个家乡会得更正气。那么我觉得，内事忘言不黑门，那家乡更正气是铁饭龙江。那因为那这边正义君子，根本我帮那这边了嘛。我说韩林，你看见让我怎么帮忙？我哪晓得？英雄怎样，我也跟到里边。那个些呼吸这边咋标志面孔，我不是内口面孔不离口口，难道想得出来？英雄，你来怎样？可是我跟到理想，那是往门跟随一颗理想这边，要奇怪，周边不见了。我眼头的介绍追兵不口径，后是来细细到一岁么我家修写出来。追兵来落大，布那个场当中，张子放下来，捏那个张子，来了03多。那么追兵还会得到上浪，到使人吓昏他。总的讲，我这个几句闲话一讲，那色死他没去，马上追了。非非想不到我的跟进来，哎呀，那么多是人慌了，那时嘛我跑到罗大去讲，实在不去昏特了，看见上浪空了，还不多上浪一条，张子放我那么娘那个张子，哟，比你这边厉害，好得我将神归金币，使得那个张子当人民用的。我看见这边来让杀，让这看见那个家乡还看见，来让勾起的辰光，我随趁这边发起的辰光，我马上走到你老婆背后，就切2个指头往你老婆肩膀上嘿一奈。不晓得家是弄错这个呀，当着这边出去之乡里为出生来嘛。啊，叔叔！我是韩林，他也叫我叔叔呢。不过你叫错他的，不应当叫叔叔，应当叫爸爸的，188了。他对我跟了一笑，我也对他，嘿嘿嘿嘿嘿。哈！哎呦，有句话，把出生来的打，慢走。大大我对希望给也想拿着手在拉着火，不晓得心急慌吗？拉得后分我们。边上有点方巾，哒，我子方巾在这个，哒，大大中门，整个门开了一百个，哎呀，这真，一个跟他们跌得垮了，摆得垮，立起身来，我到这浪杀太阳杀个么子我，哎呀，我非要在中门把门手，咕嘟一手，哒，眼睛大大流浪去。我说韩林啊，你家老婆看见我这个漂亮面孔逃走了。我这个真是嘎个吓太手了。看见那家乡正中么个辰光，真的一个跟都像是倒来一样么子，怕我最近一口药，原来这个东西带了就走。回到在往里想，我总的讲个种些事体，那一定弄得清清爽爽。想不到今朝一当听，那非得分龙青上听自家乡一米之意，当时这边调戏那家乡，把他赶了出去。我说韩林，你真是忘，可
记大天爷拿事体讲过。这一旁王空两个字么后令这个大人两种。不过对大天爷看看，大天爷，乃非要当我后令小人之辈。我本当还不相信，因为家小拿出真兵实据了相信，起码。本是韩令一日不信，只因我家娘子她与真兵实据，因此韩令相信。那对什么？非我有口为一凭据，什么为一凭？一定方据。这边对了个么子？家小拿出来跟我讲，这边趁我不了我里向上里点是家小分答应，这边东西东家家小旁往然黑夜上那么这边慌的是。邻居匆忙张杀给人一打个定方巾得了里浪下。一兵一句，这，哎呀，韩令你上当了！发地方巾，我到忘记一桩事体，提起方巾，我想了。那家小把我摘出来的辰光，我后头看，连忙外书放出来，接上往书桌边上过去。我一看么台子上向两样么子，一张是辣台红。那家小下来辰光打下来，唯一一定方巾，都是人林坤前头搿顶帽子摆了书桌了。那家小过去是拿搿只辣台花，但是因为我后头跟出来，那家小慌的辰光回过头来看一看，发现个本当拿辣台花围住头来一看么方向边拿了一样么是谁最？那是我拿方巾。韩令岂不是你上当了？无意之中大道理让谁视为秉正？哈！好！哎呀！那么林这个字，这边的习惯你晓得噶？的确，林坤前头搿顶帽子老地方，谁是书桌上的？阿伟这个龙方巾噶，起码。英雄，你口口声声提到我家齐王调戏这边千门英雄，你可以真凭实据？有，拿来我看好吧。他表弄松一松，三个嘴里旁拿出来一样么子，往河里弹一朵，弹进到水里，后头一看吧，羞红一只小叫孩子，奇怪。这是小公益真作品，这怎么？这这孩子那份人的，不是旁人的，就是你老婆的。来口口听上，出光的心刚巧做起来了，而且下家为分做上去，要紧则是新儿子体调戏追病，所以为的得头。我说韩林啊，你非要不相信。是不是你家些？你大道理让娘你家些要摘一摘阿培加成好吗？那么人不听上，看到个这孩子想了家些。刚把我听的辰光，前头两句说话，第一句奴家昨日子当我了流浪下。第二句，搿双孩子我为分做好的了。牛来高兴，你上坡我部门不流动，谁说了前头？对得起来，可见搿只小叫孩子搿个火嘎啦啦啦掉起来，谁人？你干的好，我是。今朝电视追兵，反起说理，你不应当反我一口。你还晓得我开里要用追兵杀？邻居的娘晓得，我腊日拿地赶出去。假使500人拉追兵老早死一个人，等到事体弄清爽追兵命啊500人，我非不替我应用谋杀他。
一是悔，一是恨，一口气，那么成了高先生了。先生，还令不杀你非我一生，那一先叫孩子胸口抬一抬，不提一句闲话，旁宝剑掉到雨水，高高举起，什么中门风向，都听见一口，哎呀不好！唱好了，唱好了，啥高兴？哎呦，后令啊后令，今朝我若真相说明，我不是要你去杀高兴，我是要你认错，去磕头拜在，我追兵请走来。你一杀高兴事体龙头狗腿反了不得，不能杀不杀。这个上队出来个姿势美得不得了，本当两只脚旁过了两郎，现在弹一声，你下来的辰光，夹在两郎一点，人谁并杀？已经到后林背里，后林宝剑旁里是石岗路，大差要晃到背里，三个这里宝剑当中弹扎了，往后里一吐后林眼一眼，啥人讲？把手里来一股火药，十国的已经到是背里。英雄这样，你干什么？我要杀死西方，对得起兄弟！呸！后令啊后令，今朝你杀他高兴，反而对不起追兵，此话真。大将，你可知道，追兵不能冤枉。俺得你兵沟里，俺得你刚过一句说话，你可知道他为什么？奇怪，你为啥的不动手是天上？好够啊，好啊！追兵写的内容无知被比较肉麻，上坡尸体讲天上，你一怒之下杀高兴，你根本不办法让你。你三人地名尸体要笼统，你娘击杀你儿子，扩散一家人家等余光。追兵看到这个后果，因是情愿不能冤枉，不肯得你说天上。我看得清清爽爽，两洞眼里臭咖喱，该是这样一个好兄弟，你为了母力一股精神，你真是忘空啊！后里好听几个回首，可以上我的好兄弟呀！你的泪是雨下，董恰就一看，他妈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那喊到底，假是真的晓得是搞错对不起兄弟追兵，眼里是敢过来，自家懊悔。好，这个弟兄两个的固定好的极点。这破里是搞个真不能看，那么让董恰叫十年无事多了一周雨了，让我再来试一试。那行是法，我说追兵死着口难难，别哭。这样你哭什么？你对对可两洞眼里就受了，你可知道周明被你赶了出去，他怎么样啊？好，顾家兄弟真样了，哎呦，真是可怜呐！十过的还会哭出来，这个哭是假的，眼泪嘛真的。周兵不能够出去到处判必死。这对俘虏，你说来又着到广普岭郊区，又起一口死前短剑死了啊！哈！英雄大阵，我骗你干嘛？哎呀，兄弟，女兄弟不是你买这一部女兄来了。听见兄弟死，我为于面孔回来了。兄弟的每只一副左手捧草起来，我宝剑晃身进去，预备打击日本。宝剑刚求伸进去，都跳到杯里一看，他妈的还不错。
有这个十国的本人讲神仙路子，你背的喝彩。好，真个弟兄大的固定好。啊，不难是这个哪位不难是？有个人背的，手起三个飞头盘，马门龙向哒一扎，后令马门不离炸药，一用劲药离他们，盘拉过来，韩林，你干什么？我有事情都尽对得起兄弟。你为什么要死？我家兄弟死了啊！谁说的？十国的你是个妖，你不是我哪晓得你英雄将的？哎呦，我说韩林啊，我害我万分失望了哟。这边的确上吊也是且路过几个人，科技这边上吊努力救下来，现在没有死了。那个农民十国的是害我调出出个，这个好说头来个。兄弟已在哪里？在广普岭先锋之中哟，好我母亲。20我完了，当时娘派人去寻追兵，西洽努力救下来，好母亲。实际上是个港督剧，那种先锋之理想。当你好子，这所房子是你后家的一个产业，啥了至于我预备请娘去，娘给的保护开已经空关的，大概是娘帮了忙。都恰恰带后林看看，是后林，尸体已经钢琴上去，现在你看怎么样？来看哪，谁只要听那个句说？认错的，我叫你去看那排在七个搿桩事体马马虎虎，来后令还是个英雄，我还是要跟你改一个朋友。一个人中国有做错事体，只要肯承认错了，谁是好。因此问一声，现在你看那英雄，韩林的不是应当到广普岭相亲兄弟会一来。好，可是这行不能自个讲的。既然如此，我陪你一起去吧，我陪你一道去。过来大条件帮我领个忙，夫妻呢也要麻烦着，啥个有4个讲杀体的，还要杀那个人了嘿。后林先生买好宝剑，摆好关照，冬日小女过来，说明新皇弟子登龙山高的高高兴兴望中广普岭而来。那么追兵的喊，刚刚又气一看，广普岭被上吊神仙了，快得绑上4个钢头，努力救下来。原来再绑上娘关着一台到前头广普岭新房子的响起。那么追兵到4个钢头，一台跟到新房子。袋里向靠堂盖们是4位神兄，你都盖到3位10位神。脑袋里向见娘，马上就出来讲。那么这边大里向见过最太夫人，太夫人看见儿子再三个部门是儿子，你老实讲，你那还会不能过出来个？这边做年头看上去娘面上也没是没法过的，害得我个娘深明大义，再的爱的总归要晓得告诉。那么红布突出是娘。10杠上10杠多，明明闪电视我今朝翻眼我一看，阿哥天心在意，所以弄我赶出来个呀。老太太一听，哎呀，晓得儿子吃个冤枉疙瘩，我个儿子谁对方会做个种事体？既如10杠嘛，是儿子啊，从今以后，你等了该打，好好去读书，不那个事体。该桩事情让我慢慢讲，隆隆清爽，我是会得到后家里讲明白的。可是儿子啊，我刚刚会看见有4个以上一头的少年家，是娘不是本人呀，里头4个弟兄，3年门前随过我个恩格。刚刚我一上天神仙路，去得里头看见了我救下来的呀。这不是儿子啊，你都是那居民恩公啊！哎呀，你等了里向少天家。啥出去陪陪你多，
那么这边为的啥娘们兴冲冲回到外头，在课堂给一看，哦哟，四个刚都来着，里来着个，为里喊黑了呀！啊，神兄，当公，请走。那么叫你先弄下来。别客气噻，我不说你多不肯受的。是，先礼干受了。这个老师啊，我们山东古道松江水的8家恩公，8家谁要把谁下，统统跪下来，晓得不？4个在这讲东西。这个当公，神兄。谁你谁对我拿了你32年是马古人里，你个恩公觉得也是我们带你来8家你个，你非要客气，我们要神心看他的相对一路举过来，这个老师是大鼓，谁是广东？大家看到马人的傲是神性。马次也傲起口浪的忙正方舟的浪，看来啪！哈，这边非好干什个？总可对呀，也开他个的玩。哎呀，神兄不给当的，快请吃。你看他为啥玩？对不开，快让不红啊风的呢。对地浪一看哈，4块方舟起他个的。嚯，这个口浪的结棍，这个浪队玩。啊，神兄，请走。那么叫我为了下了，喝的这里东西拿出来了。上趟我讲过的，每年几高浪向谁的黄布包，理想金银之宝打出来海。等到潘大哥搞我了，兜袋子浪向踏步一袋子金银之宝。这个当公啊，神兄，那里32银子，隔开3年，我啊不好意思，这个一点点么是离地个啊，我送给你。这个心今年才把还离地个，我还能拿呢，哎呦，那还拿着？我这个读10年虽然呀，你都自家说的，做强大的呀。这个么在抢得来个，各种非议之财，现在么拿这样来翻，弄点啥事体出来着？呀，神兄，当哥，小弟不言。不要客气，这个一点点心意呀，你也拿吧。这样子许多眼泪红用啊！这个烟他说啥？眼泪红用。这个烟他嘛，红用啊！广东也不会客气，这个烟他嘛。这是你。我要马地上身狗吃啊！别吃死他个！呀，不言。哎呀，你拿着呀！像小弟武功怎能虚落？那不过你把我32年子隔开3年，我不好意思下家你拿着。我拿不得的。我弄下家的。心灵了。哎，一比手，根本不再去抢。说到这个位置抢了。呀，都拿不得的。哎，这个安国无言的意思，你不要拿。小弟心灵了。讲了呀，法子这个地方，安装了没有？不言。这么蛮好。来了，谁老师大武功夫拿金银之宝，统统把家伙笑得哐，死不要都拔出来你。哎呀！啥干不容易啥干？莫非杀死小弟么？不对，你是我恩公，我哪好杀死你呢？你不拿金银之宝，可我们不起，我们没得李袋子回到山东。你不拿金银之宝，我们宁可死在这里。这个这老师大家也都死。讲个要发自根筋，都碰猛进几个人一搞，我们要死在。这边这个也好文人性吃钱个呀，根本你口呀，还要读10年呀，好得了外国口个啦。呀，神兄，喂，死不得呀！记得这边的方心讲到生死王八蛋们肯死，才用德背了还这个，所以用空肉鸡。老头做工为好，这个南瓜，神兄，你快点拿吧！我已经一半死他个了。说么子死起来一步一死个，拿不得的呀！哎呀，我要死个嘞！一个骰子板上4个袋子为弄得里去了。哇啦，声音越来越像理想。这一塌夫人觉得奇怪，做啥家？站出来一看，开的一下，哎呀，要死怎么？后出来再一口扇子出来了，再用刀背了海给我儿子啊，你放心，你都是讲死的，开你也不会死的。
背出来听懂在台上的金银珠宝不了儿子担心不肯拿，世界的落不落？儿子啊，你说对了这个。那么随下来，乡上里到庄子孩子各自纪念天里都把收其他礼物送回不里多嘛，还是蛮好。我来吧，好啦，不必惊慌，都是世家英勇，谁去水下不凡。是。哎呦，仙子娘哎，我听个啊，神兄，父亲一道谁去水下？下次要把我的啊，神兄，是今天的水了吗？你们不也人都见了啊？你哪知我在手边刚动着我？我用你聪明实在。那么总算开心，快，搞上学呀！没事，重新包好，边上放一放，以追他夫人吃力，我夫妻关照，那么刚度高兴，不必了好。啊，神兄请走。不要放肆着。哦哟，哈，身体受定。这是三线哟，口是三口，线是三线，记着啥个意思？世高的天地良心，这浪想起来到现在谁也快3分吃过么子了。老二老三老四对孙子阿公口口，这浪向你个规矩，不开眼睛谁要吃个饱。今朝这浪向要吃么子呢？大阿哥关上不许，没来啥天不许，乃是空心努力帮忙恩公神心地不许吃，好大家不吃。吃中饭辰光饿得不得了，就能吃一顿，乃是不要再熬一熬，马上谁要到松岗，碰上恩公要去一道吃，吃起来高兴。一听大家口子打水紧，大家再熬一熬，刚当，好不容易赶到松岗，碰上恩公，现在到此屋里，谁也夸着3顿么是等于分吃。弄得咕噜叫着呀，因此对阿公口一只头皮我才要吃在，一个一头皮里向闯空人几在，老头喊我，所以对恩公口。肚里做年对我听见别人讲办原来嘛，总归酒菜拿出来，吃醉耐心。你那还不想那个你哦，刚才上吊吊昏头，忘记特子，根本就喊你提醒那一声吧。根本讲的话，你说心老实讲，肚皮我在内外人，不得因地不理吧。这个当中啊，神兄，说出来稀奇，今天再让下我们起来分吃么子呀？莫非身子不好？要是个了说我身体不好，这个当光我们叫他吃中饭辰光还分吃么子呀？既然身子不好，还是不要吃的哈。看上去没得吃个多，这个当光无法晓得拿肚子咕噜叫做啥？哎呀！莫非吃坏了？你笨死他个来！吃问吃是你吃坏他个是，老师也好，小也好，气得真。那不是恩公啊，你肚皮我在，嘴边啊面孔红的是，那么乖着娘，马上弄起来大米小菜，给当我简单点。吃他是的，还拿着讲都开心啊！为了是最相公对实实，讲的高屋浪向的事体不离听听，嘴边的听听，美云皮的。谁吃这些辰光，后来都吃就到。圣诞之道，给大家看雨后光，妖精帮门。里向4个港头天机是后林跳起来，奔出来再杀后林，那么引起的都跳掉。当主往里一拉，说明情话，后林是英勇，跟我们是党羽，不许当火的位。大家加上一下，妖精往里向来。小尼姑聪明，里向人多，非要进去着外头立下灯。
后领导里向科技最兵嘛，做过那内外的，有请掌握面孔过来，学习的。哟狗狗，这位女兄也如龙芒，听信谁人一米之意，都与马妹。喏，谁次开对千岁呀了？哎呀，阿狗要拿口去让我个门里谁来起来呀？哎呀，哥哥不该当的，快请起。董恰恰带你口口，你客气的说，娘里可两个对孩子。这一该来的做得成。好了，都追兵白玉的，2只水忙着你肩高上向一打，别客气，坐下。咦，哪点你干？还能磕头恩师。哎呀，狗狗起来！还叫你坐下，你坐下来。哪里来着？还能再磕恩师。哎，狗狗不该当。你客气什么？你上路的了。还能磕是，再磕是。后林想分了，今朝来这个娘舅子。既然后林啊，你口口大天家凶拉拉帮那个忙，该来的才晓得个。后林啊，今朝呢还得你家修西，来磕一个头，最近搿点欺负为小，你也想个阿哥啊，你们磕一个头，我家修一定面面得来。总归磕着东磕2个头。娘里个地气小的快点，娘的衣服够，好着。都听见是这样的容易，爸爸立刻4个人。后领带孙子该来的口口错不多着，但祖宗可的也是不过4个队哟。都听见笑出来子，那么招呼上起来，不必一礼。都听见口口后领悄悄这里，名气是刚响。做错事体，神人一对人脑，可对天才不容易。适当的地位，适当的声望，你看看，错谁人呢？一般人错了，都比你有什么可对白人对阿掉的。因此对后的看看悄悄这对饲养英勇，该多是一茫茫好正日君子。稍稍点心里，阿哥欲望里努力赶出去，人口水不肯说话，后领不举手。搿种读书人为呀那哈，心里想发出来的哎，谁提出来，预备得里都结巴弟兄，后领一看答应，刚刚非常高兴，不晓得追兵呐喊我，周兵贤良公子。哟，江湖人亦有高配一下，未知意下如何啊？这边天上面在把弟兄啊，我不来讲，我们这个虽然读10年，里头一个10个的4个强弹药，哪还把弟兄呢？不过这一想，哎，我哪还是刚想，我个欲望还算是所谓10个的，但我讲清爽，我个性命还是4个强弹居我给。哎，这样一想，里头比国府里个人啊来得好。再是，阿哥后领啊答应着呀，我有啥法答应个道理呢？啊，都英勇，都莫英勇的哎，小弟该不送小多谢了，还是都听见开心啊！读书人是能爽快，那很不高兴。后领先生既然这个，还是到我老屋里去吧。吃起来方便，香了那做菜鱼，该打出些明白。一当听追他夫人来到里向，要进到里向听，我人皇讲清爽，追他夫人要进出来下骨头听就。后领请追他夫人一道回去，让他想想多娘叫我该打口屋里去，隔几日再讲吧。哪里都送出来，门关一关，让他休息，我夫妻关着。等到出该大的门，后领踩了兄弟手，先追一步，再当招呼。都听见背里口口低低头，4个光头两样，呼吸难嘛。一口里多水吧，跟你一个地下人，的地下人，难吧？要进过来，哎呀！你说这个人哦哟，英勇啊！我不是你都要升过别的，等我一家小鱼姑。哦，小鱼姑，哎，你倒没好不像。
你妹说还不想讲，还为还来？今年几岁了？16岁。哦，16岁。哎。哦，你到没上头？上头干。哦，今年16。哎。那么你看你15岁的咯？哎呀，那我都输他1岁个去。不，我看你们10天。有能10天？你那数年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。王八蛋，你倒比我聪明了。不是自个讲了，喊我聪明的，我为啥？你说得出也好个了，讲到年纪也弄不清啊，谁叫讲到，一脚得对眼。尤其这个讲到，要是现在年纪弄不清爽，说到将来做子牙年纪还分弄清爽。他个高兴还是讲对讲道，养个大胖儿子1岁，对个姑娘2岁，来得个标志，隔壁好不做媒人。讲到啊，你这个想讲到好不想得嘞？哎呀，我好不做媒人咯，对个姑娘2岁，你这个小头快的1岁，你看得哈？讲到天气配亲是开心，蛮好。我去问问高知府啊，等跟到里向，这个高知府啊，我儿子1岁，对个姑娘2岁，隔壁好不做媒人，你看啊好了不好？不晓得讲到个女人比讲到还要讲。天这么天儿子起来，上你个天的，你还答应到了还上去为的，做啥为的？年纪不对了，还我，那年纪不对叫，你想想，你儿子1岁，对个姑娘2岁，年纪太白一半了，还我。再来，你儿子30岁，你到60岁嘛，哪神听叫？讲到一好，后头来再一想，呸！你本杀他个了，哪还好杀杨树呢？我儿子1岁，对个姑娘2岁，出太白1岁年纪，好高子保不要紧，到看你我儿子虽是2岁的，他们是吃动你。哎，对，高子半夜天10月份高清爽，这个就叫讲道哟。哪里得你收入好不想着？这个小二哥啊，哎，英勇啊，把这些当宝呢？没好啊，那么总叫英勇啊，你都跟我来啊！梦好。
来得个还是不久辰光已经到后家里向。钟家英雄啊，跟我里向来啊！蛮好。石大里向大厅，后令关照地的灯烛辉煌。一方面醉菜摆下，大家实在吃到二模样，香烛准备好，铁咖喱盘立起来，过来，跑到举下来。这八弟兄，一把年纪劳动神代之后令33岁，老年该来的大条叫27岁，63是266，而且是个刚头。25岁、23岁、21岁的19岁，最兵年纪定亲17岁，小兄弟。阿公兄弟几够力，在10里吃醉开胃畅饮，这个嘴比刚吃胃玉米的。尤其是神代之后里，一夜天4天弄清爽，一夜天里向加上10样许多英勇的朋友，那幸福开心。众家兄弟听那大哥听麦的，祝大公听后令嗨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哪晓得一部杀上头的气起来人，奔动没开心，哎呦，哈哈哈哈！就是搂起了到胸口的大骨当娘舅舅，摸到这小脚哈子哟。高兴，今朝那点是追兵，正是君子分答应内不要紧。将来我还要出去保镖，你再去调戏本人是个不良追兵来讲，你叫我囊中人。罢了，我理想总归是个好。那么呢哈，等将来大恰家刚都爆特杀，想到杀日旁露出一丝凶光，刚都一浪吃么子分之一，追兵对人的下风口见，该来的大恰家无意之中一口不好，大哥你要杀人了啊！杀过的已经口见了。这个人聪明，自家弟兄用不上谋，这那是还是杀是啊？为啥要杀？10样让10样都大哥你错了，你不应当杀。杀搿桩事体是错了，但是你眼里处事，一个人总归有做错事体，啥么子做错事体就要杀。那么那个挖沟冤枉追兵，你错了，我按我来杀。谁要事体讲清爽，你认错，可头现在还是个英雄，所以我们跟你交朋友。事实依然如此。你是担心以后是个，你听我一句说。今朝看你面上，你要说事实。搿只孩子你用不到不高兴啊，搞不娘，与娘走不了，你高兴。你告诉聪明人晓得事体臭棒子，从今以你推脱用不到道理上看一看，假使事是错者肯改过，夫妻还是夫妻，将来呢宜归于好。假使真的是心养活不改个说话，那么你要用不到杀，将来一次虚实虚脱手了，大哥你看怎么样？东洋用武之辈，里边我想得最的代价，何必要杀呢？哈哇！根本没好，那个只孩子去搞不娘吧？不晓得后来啊，你到后头么讲闲话？上头出事体，牛来大听讲。亚方后令打，拿事体讲清爽。开队迎后令出来是关一只灯子，压力像几乎停了海，啪啦啦啦，小手到上头，假如还听见，做是心虚的，给人一点提心吊胆。啪啦啦，啥事体叫关着让梅屋里去，后头看，
腊梅屋里啊，等到河里出中门，西桥大车要滔滔不绝拿事体讲清爽，听得个腊梅屋里后毛味的死起来。等到大车要后领小尼姑起天追背，腊梅屋里急得不得了，奔到里浪，哎呀娘娘，喝醉呀！何是真话？石刚都一个光运用上是该来的样子，就是我尸体在光清爽，现在清水相公围出来，种种围出来都不要个脾气，半夜唱好也是那个。哈！这是一听啥么子啊？这个味道里得个了，啥事体臭棒子？等到男人上来是我唯一命个了。俺难道是我年纪轻轻，虽然俺死呀，呸！得要别去代理。哼！你后领让我死，我还不不来活。我让你一家人家光，俺也试试看。假如把心一望，眼睛多了一走。哼！嘿，谁是敢狠个一来？留下来后领一家人家光，要害得后领的还发配充军。我后领的儿子都到上宫里再操时根，追兵一枪冤枉故事，家秀死了街楼里向，后太太绝杀追他夫人，家秀上吊死，要害得这样样子，那还害法？今朝不讲。讲是你到明朝微微听的了。我到底那还我们今朝来回去是喊明朝里我去着，明朝再听。